高低膊嘅問題啦，咁亦都同我哋日常生活個姿勢有關嘅。咁長期嚟講咧，就會慢慢令到個高低膊嘅情況會越嚟越犀利。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圓肩嘅問題啦。咁右邊個膊頭咧，亦都係我哋會見到啦，咦會微微向前傾咗嘅，係啦。咁左邊都有嘅，不過冇咁犀利，右邊會再明顯啲。咁亦都好常見會觸發嘅就係容易會有頭痛啦、頭暈啦、偏頭痛啦，甚至乎耳水不平衡啦，聽嘢有機會會有耳鳴啦。咁依家呢個情況咧，我會同佢處理上中下胸嘅 muscle 啦，同埋肩胛骨呢個位置會需要同佢做翻復位嘅。咁依家會好明顯見到個肩胛骨個位置左右兩邊就好唔平衡嘅，好唔 balance 嘅。咁右邊嘅肩胛骨咧，佢有個外移嘅情況。咁呢度都係我哋需要將佢嘅肩胛骨啦，亦都要做翻個復位咧。咁其次亦都係長期繃緊嘅上斜方肌啦，呢啲繃緊咗、勞損咗嘅肌肉咧，我哋都要處理翻佢嘅。咁一路處理嘅時候咧，佢頸椎嘅壓力亦都會減少啦，同埋成個膊頭嘅姿勢咧都會有明顯嘅變化。咁之後我亦都會處理頸椎嘅 muscle，令到佢個血液循環更加好，同埋改善埋佢成個膊頭嘅成個活動幅度啦、發力啦。好，當瞓喺度嘅時候咧，我哋都明顯可以望得到啦。咁右邊個膊頭個圓肩嘅情況咧，比佢左邊嚟講咧，佢會仲會犀利多少少嘅。咁亦都係個高度咧，大概會高多大概2隻手指度嘅位置。咁兩邊個高度個分別咧都幾明顯嘅。好，咁我哋開始處理咯。好，我掂住上胸，係啦，好 hold 住呢個姿勢，係啦。咁我哋會將伸展治療結合手法治療咧一齊處理嘅。5、4、3、very good， 2、1、0。好，中胸位置掂住佢，係啦，好，掂住呢度，係啦，保持呼吸 very good， 10秒，9、8、7、6、5、4、3、2、1、0，非常好。好，下胸嘅位置 very good， 好，掂住佢，10、9、8、7、6、5、4、3、2、1、0，冇錯啦。通常我哋咧一啲有問題嘅肌肉咧處理上嚟嘅時候咧，個感覺咧係會特別強烈或者特別明顯嘅。咁我哋嘅處理上啦，亦都同中醫有句説話啦，好認同嘅就係，咦我啲位置其實係通則不痛。如果佢有問題咧，其實佢 exactly 就係裏面唔通啦，佢會痛出嚟。咁我哋痛咧亦都有分5個等級嘅喎。最靚嘅 muscle咧，理論上係掂落去咧冇感覺嘅，就好似篤你面珠燈咁，好有彈力嘅，冇乜感覺嘅。咁佢開始差少少嘅時候，掂落去咧，佢就會酸酸地；佢再差啲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始會有冤痛嘅感覺啦。咦，冇咗個彈性喎，或者一條肌肉嘅功能咧，開始唔係好用得到嘅時候咧，開始就會係刺痛啦，感覺好似有啲針吉下吉下。咁佢再犀利多少少嘅時候咧，開始想發炎嘅話咧，會掂落去一個肌肉度會發現裏邊，咦，好似裂開咁樣嘅痛喎。通常最常見係咩症狀咧？足底筋膜炎啦，同埋50肩啦、肩周炎啦，呢啲都係撕裂痛嚟嘅。淨係初步處理咗前面啫。咁已經個膊頭咧有少少嘅分別咯喎。就啱啱啦，主要就係針對前手臂線處理咗上中下胸嘅位置、前三角肌嘅位置，咁亦都係個膊頭咧會發現，咦，佢輕微地冇再高得咁犀利咯喎，褪翻落少少咯喎。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處理相關後手臂線嘅肌肉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處理後三角肌嘅位置，我哋 hold 住呢度，好，大概維持10秒鐘，10、9、very good， 8、7、6、5、4、3、2、1、0，非常好，唞啖氣。好，跟住落嚟咧，後手臂線嘅上斜方肌、肩胛提肌咧，我哋都需要處理埋嘅。好，我哋吸啖氣，好，慢慢呼，1，呢個動作咧，我哋會做8下。好，吸氣，好，呼，2，好，再嚟吸氣，好，3，呼，係啦。咁我哋都係會結合手法治療、伸展治療一齊做嘅。4，呼，好，再嚟吸氣，好，5，呼，very good。好，最後3下吸氣，好6，呼，好7，好呼，好再嚟多次吸氣，好8，呼 very good。好，跟住落嚟咧，我會做個拉伸 ，hold 住5秒鐘，好吸啖氣，好慢慢呼5秒，4、3、2、1、0 very good。跟住落嚟咧，我會同佢做個肩胛骨復位啦，同埋處理嘅。好，慢慢將個手臂啦放喺後邊，好係啦，我哋將個膊頭呢個位置做少少嘅舒緩，10、9、8、7、6、5、4、3、2、1、0。好，然後咧，我哋將佢嘅肩胛骨褪出嚟咧，同佢做一個肩胛骨復位啦。將呢個咧佢個位置唔啱嘅肩胛骨咧，做一個處理。好，我哋 hold 住10、9、8、7、6、5、4、3、2、1、0，好，非常好。咁初步啱啱第一次處理完之後咧，依家個肩胛骨個位置咧，會由喺下邊咧褪
褪翻上嚟呢個位置。呢個位置上咧，比啱啱嚟講咧，亦都會再入翻啲，再高翻啲嘅。咁我哋可以望到前面嚟講，依一個膊頭咧，佢相對嚟講咧，咦冇走得咁前咯，比較後翻少少嘅位置咯。咁即時咧可以感受下成隻手個活動嘅狀態啦。我哋可以攞出嚟打側升上去，同啱啱個感覺有咩分別？冇避避地啦頭先，同埋拉上去就好容易就高啦。如果喺側邊睇咧，應該明顯咧就即係拉直咗好多啦。非常好，係啦，咁可以向前升起，咁啊可以喺側邊嗰度睇到個分別啦。成隻手上斜方肌、肩胛提肌同佢處理完之後咧，依家兩邊肩胛骨相差個位置已經冇啱啱咁明顯啦。個位置相對嚟講會比較再近多少少裏邊脊柱啦，亦都係個高低咧，亦都係比較平衡。咁啱啱基本上咧，我哋將上邊嘅後邊啦、背部嘅肌肉牽涉到頸椎嘅肌肉初步處理完之後啦，頸椎壓力亦都會減少喎，血液循環亦都會咧佢會有所改善。咁期間佢個偏頭痛啦、頭暈啦、耳水不平衡啦、耳鳴嘅情況咧，佢都會有所改善嘅。咁當我哋個頸椎嘅狀態越嚟越好嘅時候，供血供得越嚟越好嘅時候咧，咁呢啲症狀咧全部都可以有效咁去根治，唔會再翻發㗎啦。好，跟住落嚟咧，我哋開始處理肩頸嘅位置咯。好，我哋將個膊頭咧放翻喺正確嘅位置先，咁慢慢去將個頭咧打側移，係啦，將個上斜方肌咧做翻個簡單嘅伸展。好，我哋 hold 住呢度10、9、8、7、6、5、4、3、2、1，力上斜方肌尾端嘅位置10、9、8、7、6、5、4、3、2、1，力。好，然後咧我哋將條上斜方肌咧做翻少少嘅旋轉。係處理上斜方肌後少少嘅位置，掂住佢。咁好多時，如果我係上斜方肌咧，佢尤其是係工作完之後咧，佢個狀態越嚟越差、越嚟越緊嘅時候，有機會呢啲位置處理嘅時候咧，會導致會頭痛啊、偏頭痛會。跟住落嚟，我哋要處理後手臂線、頭枕肌、頭及肌、頭部嘅肌位置。好，我哋掂住佢，係啦，後10、9、8、7、6、5、4、3、2、1，我哋會用手法啦去處理翻條胸鎖乳突肌繃緊嘅問題。咁胸鎖乳突肌亦都係好多時啦，亦會影響我哋頸椎嘅壓力。當頸椎壓力增加嘅時候咧，亦都會影響咗我哋嘅耳仔嘅供血啦，同埋我哋頭部側邊嘅供血嘅喎。所以如果佢個狀態差，亦都會導致有偏頭痛啊、頭暈啊、頭脹啊、耳水不平衡嘅呢啲嘅情況。我哋都要將佢處理翻去。5、4、3、2、1，0，相對嚟講會比較冤酸啲啦。好，我哋掂住佢10、9、8、7、6、5、4、3、2、1，very good。好，然後咧，我哋再加強處理條胸鎖乳突肌咯，慢慢令佢左邊耷低少少，係啦，我哋掂住呢度10、9，又係冤出嚟，動出嚟8、7、6、5，very good，4、3、2、1，0。好，初步處理完呢一邊，右邊咧，即時可以睇下頸椎個分別。好，左邊未處理嘅頸椎啦，我哋去到呢個位置咧，已經拉住咗啦。咁我哋右邊處理完之後咧，個頸椎咧會發現可以落得更加之低啦。可以成個活動幅度咧可以更加之大。咁點解個頸椎可以落得咁低嘅原因就係右邊嘅位置相關牽涉頸椎嘅肌肉咧，初步同佢處理完之後，頸椎嘅壓力細咗，咁佢頸椎嘅椎間盤個活動幅度亦都可以增加，可以做到啲彎低嘅動作，亦都唔會俾啲肌肉拉扯住。啦，無論係個血液循環啦，同埋成個嘅活動幅度咧都會有所提升啦。頸椎嘅活動幅度咧亦都係會大幅提升啦，可以落得比較低啲嘅位置啦。咁成個活動幅度個角度咧，亦都可以再落得比啱啱嚟講咧再低啲啦，成個狀態更加好啦。膊頭頸椎嘅位置我哋都處理咗之後咧，咁依家咧兩邊個膊頭咧亦都係可以打得更加開啦，之餘咧頸椎嘅壓力亦都細咗，高低膊嘅情況咧佢都會再有所改善咗嘅。咁肩胛骨個位置都係依家個位置相距嚟講咧個分別嚟講咧，亦都會冇咁犀利啦，佢個位置會更加好啦，亦都更加平衡翻啦。即時俾翻個治療小貼士大家喎。當我哋處理完肌肉筋膜嘅時候，記得我哋要食翻足夠嘅蛋白質，包括我哋可以攝取雞蛋啦、雞肉啦，或者我哋可以豆類可以飲豆漿啦、豆腐花呢啲高蛋白質嘅食物。咁佢哋亦都會去到我哋啱啱處理完嗰啲肌肉嗰度咧，會做一個修補，然後令到佢嘅狀態會更加之好嘅。非常之強烈咧，係推薦大家咧係去接受呢個筋膜治療。聯絡阿 Tommy 啦，或者聯絡我哋自己44147431萬年青，大家都熟噶啦，嚟去提出你嘅要求，我哋一定會轉介俾阿 Tommy 嘅。